澳門曾6次組隊角逐全運會，有運動員經歷多屆，亦都有首次參加，都分別為個人嘅生涯留低珍貴嘅片段。喺上屆14運已經投身全職訓練嘅裴鵬鋒，首次出戰全運會就擔起重任，成為澳門代表團開幕式持旗手。上一屆我做旗手，覺得自己好榮幸啦，同埋都感覺到受寵若驚，因為將咁重要嘅任務去交俾我，對我嘅運動生涯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同埋動力。上一屆我就抽到國家隊嘅球員趙俊鵬啦，咁我係第2次同佢交手嘅。雖然我覺得自己發揮唔係幾好，但係喺佢哋身上學習到好多球路或者打法。藝術游泳隊自2001年9運會起5次參賽，大師姐歐陽善瑩都參與其中。由前4次運動員身份到上屆嘅領隊角色，經歷咗各種變化。以前嘅全運會都有單人嘅，即係好耐之前嘅。咁但係而家已經係跟過我哋奧運會嘅規則，就係得雙人同埋集體咯。咁集體就一定啦，成班嘅運動員好有即係團結啦，好可以一齊去參賽個感覺，同即係兩個人孤零零係有啲唔同嘅。即係做到澳門嘅其中一個火炬手係一個好光榮嘅事啦！我仲記得係喺塔石體育館嗰度做咗一個跑動嘅儀式啦。可能難忘在就係有呢個身份嘅做過呢件事咯，做火炬手。因為我其他嘅運動會都未做過火炬手。澳門今次合辦15運，雖然協辦嘅規模未及昔日獨辦3年3大運，但澳門嘅體育人認為全運會能夠落戶澳門，對推動體育發展有重要意義。